讲等，我真做会食。拜托一下。真正。等我小调袂使甲你讲啦。拜托讲讲啦。袂啦，你若要讲，该看电视啦。你有什么遗憾？请问倒一个定定咧用的流行词，其实是对台语来的。流行词哦，嘿嘿嘿，是对台语来。嗯，这是 English no good。哦，卡拉 OK 是日语啊，卡拉 OK。啊，你卡到有能 Q 应该是哦，物能 Q， 件，能 Q 啦，所以是 A 物件真 Q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物件真 Q， 对唔对？好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你得6000块咯！强强棍这队哈真厉害哈，拄则讲这个 Q 就是咱的这个台语的这个物件真 Q 哈，咱这个 Q 哈，咱台语字是写一个食谱，一个比丘尼迄个丘，这就是咱的台语字哈。咱的这个 NG 就是 no good 嘛哈，咱的卡拉 OK 对日语来的哈，这卡拉就是咱汉字这个康的意思哈，咱的 OK 就是对这个英语的 orchestra 就是。管弦乐团、管弦乐团来，所以就是康的啥物？康的管弦乐团，吼，所以就是讲其实无真正的乐队伫遐甲伊伴奏嘛，所以咱咧唱歌的时拢甲迄个影音咧甲伊伴奏尔。